3更半夜玩開箱。今個夏天必買 items。介紹咗波衫先。2隊極具重要嘅球隊嘅波衫都喺我台面，我先介紹德國隊。呢個設計咧係用咗1990年德國隊攞世界盃冠軍嘅時候嘅波衫去作為一個藍圖玩復古。左右兩邊都有德國國旗顏色嘅3間，好似一隻鷹咁樣打開。佢用咗一隻勁透氣嘅物料嘅 Army Crew， 非常之透氣。呢件就係主場白色，仲係3間嘅。最好玩嘅作客。呢件就作客係用咗三葉草，三葉重返世界盃係36年嚟第一次。而呢件三葉作客咧，佢有一啲菱形嘅暗間喺度嘅，跟住底色就用咗深藍色，又有少少熒光綠綠藍藍嘅點綴喺度。呢度就有個章啦，有對波 boot 寫住 Adidas Germany。介紹完2件作客同主場嘅波衫，介紹一件行街嘅 fashion 版。呢件個名就叫做 Bring Back Remix。咁大家睇到會唔會有啲感覺啊？其實呢邊嘅菱形咧就1994年德國隊嘅波衫，佢個菱形花就擺咗喺個衫袖度。衫身左右兩邊呢個扭紋型咧就係2006年嘅波衫去 remix 埋一齊。中間繼續保留德國隊嘅徽章喺度。佢呢件衫就唔係用啲超透氣嘅衫，而且係比較厚少少嘅質地，可以着得 oversize。呢件咧我會覺得非常之 interesting， 因為佢呢度咧係3間嘅 logo， 但係呢個 tab 咧係3葉嘅 logo。背脊仲有一個好大嘅徽章。感謝有網友指出同埋教導，原來呢個徽章係1926年至1995年德國足球協會嘅徽章。幾何圖形入邊就隱藏住 DFB 3個英文字。成件衫都係用咗呢個徽章暗花去處理嘅。而後面有個3字，就有2個講法，一個就係對德國後衛布林美嘅致敬。佢90年對住阿根廷射入咗關鍵性嘅一球，令到德國攞到世界盃。另外一個意思就係、大家見到呢件球衣其實都係復古味好濃嘅，就係想帶大家翻到去德國90年最輝煌嘅年代。1990年佢哋就攞到第3次世界盃。佢真係將所有嘢 remix 大兜亂，淨係德國隊嘅波衫都咁多嘢講，大家想唔想我講埋阿根廷？想就留言，拍埋佢，太眼瞓啦，瞓覺先，拜拜。